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8月20号。咱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品格。伫前2天台湾真闹热，大家拢咧讨论即件事啦吼。这就是一位对美国家己坐飞机转去的10几岁的查甫囡仔，伊伫去年咧做即个居家的即个隔离检疫的第10天，忽然被命令、被要求爱去病院做即个检验，然后伊用检查出来确诊是中共的武汉肺炎。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伫即个居家检疫未满的时阵去互检查出来，到底这有啥物款的问题？是安怎遮尔闹热受到讨论？这毋是一件好代志吗？为什物需要动用到即个中央的即个正方式来查明呢？当牧师娘看到即个消息的时阵，来找我讨论。我听了，我直接甲回复讲，即内底有足侪刑事顶悬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住伫国外，也毋是官员，也毋是学法律的。那为什物我会通知影讲，即个内底有侪的问题？却即个地方的首长甲卫生的官员毋知影呢？牧师咧认为讲，这就是亲像保罗咧甲哥林多教会信徒提醒教导的问题共款，这甲品格有关系。事实上，代志发生了后，有真侪人也为着即个地方的卫生官员发言来即个声援。地方的首长面对记者的时阵嘛，真愤慨是讲真有魄力的讲，要查来查我会当担起一切的责任啦吼。其实牧师一直咧学习一项代志，就是讲咧听人讲话中间去听伊后壁面真正的意涵，就是咱咧讲言下之意啦吼。事实上，对即种的放话的文化中间，其实咱就会当闻出来，即内底有足侪的问题。我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讲，为什物即个未满14天的隔离者，就需要接受到命令，一个无辜的囡仔违法离开即个居家检疫的场所，去到即个病院来做检验呢？照规定即个居家检验的期间，若无有症状，若无有报告，若无得到地方甲中央核准的时阵，来离开即个检疫的场所，或者是讲有其他的人，亲像医生啦、护士啦，无伫报备的这中间去到因厝去甲检查。这基本上拢违法的吼。第二个问题是讲，为什物做即个代志，中央的防疫中心毋知影？第三就是讲，迄个费用到底是啥物人出？一个人检查伫台湾的费用大概是7000块台票吼。一个囡仔家己一个坐飞机倒转去伫台湾，并无依厝里的人来陪伴，要安怎来付即笔钱？第四项就是讲，即个囡仔是用啥物款的身份去到病院检查？健保吗？若照健保，伊就会留落记录。但是健保你一定要有报备，有症状，这政府才会出钱。第五个问题是讲，为什物馆长急要表态？但是伫第2天了后，面对记者咧问的时阵，伊讲等即个政风处查了才去讲啦吼。对啦，这真正是爱等即个台湾的即个调查公告了后才去讲啦吼。
但是为什么牧师今仔日会用即个来做例，拄啊好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吼？除了牧师本身对遮几位的政治人物有某程度的熟悉以外，搁较重要是讲遮个代志，我想要来结连今仔日的经文，就是保罗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保罗一开始就安尼讲明，恁中间有人甲人的冤家，兼甲搁伫不义的人的面前，伫即个无伫圣道的面前嘛。这是咧讲着讲一个体系内底的人要安怎来处理即个防疫的单位应该爱处理的是伫防疫的系统内底先去处理，但是放到伫外口去的时阵，逐个人的解脱就已经有即个无共款。相关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无合一的问题是逐个拢知影的。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信徒，若彼此有问题时，应该爱循正常的管道来找求解决的方式，也就是讲适当的管道。保罗并毋是讲基督徒袂当用法律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啦吼。但是伫即个教会内底，若会使徛伫共同的即个信仰的基础来去处理、来去想的时阵，可能会更较好势吼。这也是为什么伫解决中的教会内底，无论是牧师就任啦，还是长老、执事就任，伫咧宣誓的时阵，总是会有一句话会去互人提出来，要问，就是讲，若是彼此有即个嫌疑的时阵，毋通四界去宣扬，应该报互小会，还是讲有教会是长老会议，还是讲同工会来处理吼。牧师认为今仔日中法官的问题，亲像保罗所讲的，伊无伫迄个内部内底照程序去处理，伊无先求内部解决的方式。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今仔日地方有受到规范，遵守着规则，并且诚实来呈报去到伫中央，相信今仔日即个代志就毋是问题啦吼。对基督徒来讲，伫生活顶悬，咱嘛时常会拄着即种像顶悬所咧讲遮个问题，咱需要去面对，爱去追求解决的方式。但是咱要安怎做？要安怎去追求帮忙，还是讲照真理的规范去做？用甚物款的方式来处理代志？这拢甲人的品格有关系吼。当然，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佫讲介济个品格的问题啦吼，这咱就无佫去讲啦吼。因此，咱看着保罗伫当初时代提醒遮基督徒爱有好的品格。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嘛无例外，咱有看见人需要有好的品格。如果咱有好的品格，咱就会伫即个基本的要求顶悬来学习军队、学习服从、学习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代志，毋是用即种放话、违反规定、私自解决。目前上大的问题是，咱所看见的地方政府要安怎支付对二月开始有遮济无报备即种破例的即个检查将军要到100件，伫金钱顶悬，伫程序顶悬，伫造成台湾即个防疫的破空，伫人甲人的同讲的态度顶悬，其实拢值得今仔日的基督徒借着今仔日的问题、今仔日的经文来思考甲反省的。同款的问题，当咱咧思考、咱咧批判社会问题的时阵，咱毋通袂记起咱教会的生活，其实咱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咱要安怎用同款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我想咱拢明白。但是，佫较重要的是，咱应该会努力去实践。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
创世纪49章1到33节，哥林多前书6章第1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品格。前2天在台湾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呢从美国独自返台的10多岁的男孩子在家里这个隔离居家隔离检疫，在第10天的时候呢，突然间被地方的卫生局要求去医院做这个核酸检测后来确诊他是一个中共武汉肺炎的确诊者、感染者这种无症状的感染者被检疫出来，他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检查出来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需要动用到政风室来查明呢？当牧师娘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来找我讨论，我很快的我就回复他说，其实这个里面有好几个程序都有问题。问题是我是一个住在国外，我也不是官员，当然我更不是学法律的，那可是为什么我知道的事情地方首长跟卫生官员不知道呢？牧师认为这个就跟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信徒所教导提醒的这个品格的问题一样。事情发生之后，有不少人为这个地方卫生官员发言声援地方首长也面对记者的时候呢，他这样说要查就来查我，我担起一切的责任。牧师一直在学习，试着去听到别人说话背后的真正的意涵。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听到他的话的言下之意。事实上，这种放话文化本身，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么牧师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这样子。第一个是为什么在未满14天的时候就可以命令一个无辜的小孩子违法离开居家检疫的场所去检测呢？按照规定，检疫期间没有症状、没有报备、没有核准离开检疫场所，或是有人比如说医生或是护士没有报备允许的情况之下，去到人家的家里这样做检查，都是违法的。第二，为什么中央防疫中心不知道？第三，谁付费？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是独自回台湾，他的家人没有陪同，那么他如何付费呢？第4个，这个孩子他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到医院检查？健保身份吗？那如果有健保身份的时候，必须要有症状报备了、核准了，健保才会给付。第5个，为什么县长急着表态，又在第2天说一切等候这个政风处这个检查之后、处理之后、调查之后再说？好啦，我同意了，就是一切等台湾的调查公告之后再说了但是为什么牧师今天要用这样的例子来思考？除了牧师对这些这当中的政治人物有某个程度的认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将这样的一个例子引述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是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一开始他就说了：你们信徒间如果有争论的事，怎么敢告到不信主的法官面前，而不让信徒替你们解决呢？今天的问题是，这个要检查不检查，没有在系统里面解决，没有在里面呈报，没有在里面做好的彼此交通。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他们有不合一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了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若有彼此的问题，应该循正常的管道来找寻这个解决的方式。
或是说应该用适当的管道。那今天所发生台湾这个社会案件，其实如果用正确的管道，应该是不会那么严重啊。保罗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用这个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在教会的体制里面，在教会的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下，一起去解决的时候，那是比较合理的，或是说比较容易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改革宗教会，无论是在牧师就任长老执事就任这个当中呢，总是有一个问题会被提出来，意思就是说，若彼此有嫌隙，不可以到处宣扬，应该报给小会，或是有些教会是长老会议，有些教会是同工会，就是说要从教会里面先去处理。牧师认为，今天彰化的问题，如果如同保罗所教导的，先在里面解决，比如说按规定呈报啦，按规定得到允许啦，按规定满14天啦，按规定有症状才去处理诚实的呈报给中央我想今天就不会衍生这样的问题了。对于基督徒而言，在生活上发生如同上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寻求解决的方式。但是如何去做，或是如何去寻求帮助，如何按照真理的规范去做，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其实这个都跟人的品格有关系。当然，这个经文的后面，保罗谈到很多的这个品格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再详细诉说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保罗时常在书信里面提醒基督徒要有好的品格。但在今天的经文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品格，因为如果有好的品格，我们就会在基本的要求上面呢去跟随、服从，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情，而不是以那种放话啦、违反规定啦、私下解决啦。其实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支付从2月以来到现在有多次未报备，可能近百例的这个检疫费用，在金钱上面，在程序上面，在所造成的防疫漏洞上面，在与人同工的态度上面，其实都值得基督徒从今天的例子来思考反省的。同样，当我们在思考社会问题，或是说检讨社会问题批判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教会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那么我们如何以同样的标准自我要求，相信我们都明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努力的实践。